是阮的主，阮伫你的面前作为主席来到是阮宝座前，对年头到年底，伫新的一年，阮学到你。主啊，这条诗歌就是阮教会祈祷的歌。阮伫你的面前对你学了讲，活命的主，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应该有的敬拜。求主你继续，互阮经历着主你的带领，伫主你的圣手的保守，互阮大大细细全教会。同心用敬虔，较无心，甲主你同行。主愿一切荣耀归伫你的圣名。主阮所听遐弟姊妹对无共所在行行，都来到伫你家己的厝内，就亲像厝外的囡仔，愿定心来都来到父母的厝。愿主施阮祝福，温上加温力上加力。愿今仔这个礼拜进入你圣殿的阮的遐弟姊妹，主啊，因的生命就互你的稳定。互你的慈爱，互你的信息来充满。愿伫你的面前拍开阮的心门，求主你嘛拍开你圣殿是阮宝座的大门，互阮坦然无惊吓来亲近你。愿伫你面前恭敬拍开阮的心，祈祷我个所圣名，阿门。请奏乐。
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饼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山悬的山站也属于伊。洋海属于伊，是伊创造的，大地也是伊的手造成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的百姓，是伊手的羊。世间情人拢着恬静，天上徛伫伊面前，无离挂入世间小事，各项稳定伊手事。上帝讲伊米的圣殿，咱着敬拜是敬拜。来，三甲来吟圣诗51首。圣诗51首，圣在，圣在，圣在，请起立吟全首。请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所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地恢复。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敢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
共同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甲来启的启应文第15篇，启应文15篇。上帝啊，伫世间有人学老得听候你，若要对你写所下愿，请人祈祷的主啊，你若迄去的，拢要就近你。罪恶看赢我，论到阮的过失，你拢赦免。你所竞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这号人有福气，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伊拢欢喜。你眷顾土地，户户灌压因，互伊真肥。上帝啊，你的水满满，来治办土地，就是替人治办我国。你管辖田园，满伊的沟，收平伊的灵。落好的雨水，互土地软软，其中所发生的，得到你赏赐。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你用路径拢有油得滴，你伫旷野的草埔，山头用欢喜做大来下，草埔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谷做麻来盖。因拢欢喜出声来吟诗。三甲过来吟圣诗382首。当咱大家来吟诗，请坐咧吟全首。日日过。
三角来祈祷，感谢上帝，伫旧年你保守阮平安、喜乐、满足。今仔日，阮用感恩的心来礼拜堂做称谢礼拜，因为阮知无论身躯、生活的智慧，阮做的事业，若无上帝的保守、祝福，那安尼，阮的一切拢是空空。新春开始，阮也要向上帝求讨，咱着好胆受困恩典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到允许做阮一时的帮赞。这是上帝的应允。阮无论阮无要做一个靠家己憨的力做无利益的代志，求主予阮智慧，知怎样我靠上帝求讨上帝的祝福。安尼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门。赞美，请圣歌队。我
遵守上帝话，记在旧约诗篇65篇第1节到第4节。65章第1节，上帝啊，伫锡安有人俄勒在听候你，也要对你写所下的愿。听人祈祷的主啊，既若有血气的，拢要就近你。罪恶卡赢我，论到阮的过失，你拢要赦免。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这号人有福气。佮看一位新约圣经4章16节，所以咱着好胆就近恩典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到恩典，做咱最及时的帮赞。以上正道来到上帝施恩座前，请曾牧师。亲爱兄弟，新年恭喜！愿上帝接纳咱今仔日的礼拜，伫新的一年好的开始，主荣耀稳定，我伫咱的头壳顶，互咱所行过今年每一日，拢真侪稳定的记号。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拄则胜我对所念的，是阮心中深深的祈祷。阮不但回顾这间教会90年的岁月，阮嘛回顾阮家己过去一年。拄则像个长老带阮礼拜的祈祷中间，伊为阮祈祷讲，无互阮用家己的功力，无用家己的功力。主啊，求你帮助阮，愿主保守阮所做的工，也愿天父上帝用你的真理、佮圣神，引带阮所听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互阮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你知阮的教会新春的礼拜，是一个充满期待、充满感恩、充满懊恼，也充满祈祷的礼拜。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恩赐福，对天灵用你的恩典拿油抹伫阮的头壳顶。愿心所求、嘴所讲，主你就叫安尼怜悯阮，为阮来成就。愿伫你的面前，当心的祈祷的时，愿高举你，你伫阮的中间来掌权，因为圣经甲阮讲，阮通无惊吓。来到主你施恩座前，主愿伫你的面前，将阮的家庭交伫你的手中，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新春的礼拜对咱的教会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传统，不但是传统，其实对咱的教会来讲，就是一个台湾人伫过年中间看会到，就是大大小小，拢会倒来到伫父母的厝。伫故乡，伫迄个所在，大家团圆，大家互相相听，伫上帝面前嘛发出祈祷。所以咱的教会有真侪兄弟对远远的所在，都来到伫德堂。我来到德堂34年满，我的哥哥34年，逐年新春拢来陪阮。兄弟姊妹，这都是一个家庭的疼。文灿兄、李庆姐、英杰、英琪，因当年拢纪念这个日子。我相信，因无倒来德堂祈祷，上帝嘛听因的祈祷。但是伊欢喜倒来到咱中间，大家同齐。主啊，愿天父上帝将伊的恩惠放伫咱的中间。亲爱的囡仔，恁的这个时阵，对恁的年纪来讲，恁无压力，因为恁感觉人生还阁足久长。牧师要甲恁提醒，这个教会是你们的家。无论恁安怎，恁拄着什么，将来安怎，这个教会永远是上帝甲恁量身定做、想出互恁属灵的
故乡的家。所听的弟兄姊妹，愿咱伫上帝的面前，咱亲像今仔圣歌对所吟这条诗歌，咱献伫上帝的面前，活命的主对永远到永远，活命的主对永远到永远，愿一切荣光归伫你的圣尊名。所听的弟兄姊妹，新年恭喜！愿天父上帝帮咱，今仔日有一个感动，要邀请兄弟姊妹来到上帝的面前。无论今仔日诗篇65篇讲，伫上帝圣殿内，上帝要施恩赐福伫伊所拣选的人；无论是伫希伯来书，伊伫这个所在讲，无惊吓，都来到上帝施恩做证。这两段圣经拢去讲起圣经内底一个很美丽、足宝贵的图像。迄个图像就是来到上帝施恩做证。兄弟姊妹，你听到这句圣经的时，你的脑海里面，你的脑的内底，敢有是一种真甘甜的图像？上帝的施恩宝座，上帝的施恩宝座，对你来讲是什么？兄弟，施恩宝座，这是圣经中间非常宝贝的一个图像。对以色列人，因的家族开始出埃及，上帝知影人拢需要一个看会到的上帝。兄弟，你同意吗？所有的宗教拢期待伊会当看到异象，会当看会到迄个看袂到的上帝。上帝知影人有迄种的软弱。上帝虽然阳光无所不在，但是以色列人总是期待伊会当看到这个看袂到的上帝。所以上帝就予摩西一个使命甲工作。上帝甲伊讲：你着做一个约柜。伫个约柜顶悬要有两个天使，一个约柜爱用金包起来，迄个约柜的名叫做卡普瑞，伊的意思就是施恩宝座。对迄个赛事，对永远到永远，上帝施恩宝座代表什么？也即我要问恁，恁感觉上帝施恩宝座伫什么所在？咱若拄着危急，咱感觉上神圣祈祷的所在就是礼拜堂。小妹会记无？姐破病怀孕的时，姐拄着困难，小妹就伊姐来到这个所在，因两个姊妹伫这个所在祈祷。上帝施恩宝座伫什么所在？也即我要甲咱分享，伫恁的心内。古早约柜伫圣殿内，新约的约柜伫人的心内。兄弟，将上帝的施恩宝座放在咱的生命中，咱的厝边拜拜的人就会晓，迎神明入神明厅有无？台湾人拢有一个叫做神明厅，迎神入厝内，求神保守，降临保守。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咧读圣经的故事的时，以前咱唔知影遮尔宝贝。主啊，你的施恩宝座对打开始，入我的厝，入我的心。你的约柜，虽然今仔日无去啊，全世界考古学家拢咧找约柜伫什么所在。上帝有意，当人需要看袂到的上帝，一个记号的时阵，上帝互人约柜。但是上帝检查嘛无爱咱，永永远远拢拜迄个约柜，所以上帝就将伊收回。兄弟，今仔礼拜我要甲咱分享，对打开始，这个约柜上帝施恩宝座，伫恁的心内，伫恁的厝内。所以今仔日个礼拜，咱来到教会过新春，愿天父上帝。伊的灵对打开始纪念恁，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青年，上帝宝贝，遮个囡仔，恁会记得？今仔日牧师甲恁讲的话，放伫心内，对永远到永远，互上帝伫恁的生命中。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来到主的面前，咱提开祈祷的手。
咱嘛会当安尼，咱嘛会当安尼。你若要爱小小的祝福，你就安尼。主啊，安尼就够额。当然，这袂使用大势比啦，安尼嘛是足大，吼。因为上帝要填满咱生命的杯。但是咱嘛会使安尼。主，我需要你，我欢迎你。主啊，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间。我要大大张口，恁会记你代表的祈祷无？主啊，我要向你大大开嘴。对古早犹太人祈祷就是安尼的祈祷，所以这个祈祷不是学别人的模式。祈祷的意思是有代表人的肢体语言，就是咱的祈祷中间，咱的感情就表达出来咱某一种的动作。主啊，我需要你，蒙恩富足。上帝听咱的祈祷，照恁的心意，因为牧师袂通看透恁的轻重。你的软弱，你的需要，但是上帝知，所以我真知影，我为恁祈祷是一个足宝贝。虽然我唔知，但是上帝知，咱每一个人的需要。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新春的礼拜有感谢，有娱乐。感谢是出自欢欢喜喜，心甘情愿。咱教会将来唔敢勉强人，一定爱照规矩奉献，因为奉献唔是规矩，奉献是伫上帝面前讲，主啊，你伫过去一年中间祝福我遮尔多，兄弟姊妹唔通安尼祈祷讲，我摕淡薄来奉献予你。咱的圣经有当时过去的传统拢会无意中因为谦卑的感觉讲，上帝你予我遮尔济，我敢摕遮尔，这就是淡薄。像这无论咱摕偌济，上帝拢看伊最欢喜。咱甲上帝讲，主啊，我会尽心尽性，因为奉献是对伫我的心内一种的欢喜。主，我要回应你，对永远到永远。拄则咱先歌对这条诗歌兄弟，教会有送咱 MP3， 伫咱的 YouTube， 咱的教会主群内底。我真欢喜美秀，伊哋牧师也未想未到的时，大家咧准备90周年的庆典。美秀就甲伊的感动，甲牧师讲，牧师敢会当请你写一条祈祷的祈祷文，亲像逐礼拜你为着教会写伫周报内底，迄个祈祷书。美秀的邀请感动，后来伊家负责。这种的咱的教会会记到的时光，我嘛会记得嘉庆伫70周年的时嘛，为咱的教会写一首诗歌。兄弟姊妹，咱的教会应该就是安尼，上帝将无共款的感动放伫咱的中间，互咱学乐，互咱发出咱的祈祷，就成就上帝美妙的作为。那安尼，今仔日的圣经求圣神帮助恁。拢得到大大的感动，甲伊背起来。原来今仔圣经对咱的祈祷中间真重要。伊讲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也即今仔日咱来啊，上帝就互咱。咱甲上帝讲主啊，我深深感谢你。我相信伫我一生的将来，你有特别的恩赐。你要指引我，你嘛要指引我的囡仔，到代代无尽。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来听这段的圣经。诗篇65篇第1节，诗篇65篇就是今仔日咱的启应文。所以咱的礼拜中间有诗歌、有启应文、有圣经、有牧师的祈祷，然后咱阁有回应的圣心。所以咱的礼拜是一个不断一摆搁一摆。一句搁一句，通过诗歌甲经文，互上帝的圣神对咱来讲话。所以新春的礼拜是什么？就亲像3000年前，诗篇是3000年前的祈祷书，代笔是活伫3000年前的人。伊伫诗篇65篇伊安尼讲：上帝伫锡安有人要学乐听候你，听人祈祷的主啊！见到有迄个人，拢来就近你。锡安就是耶路撒冷，
礼拜堂边仔的一粒山头。锡安伫圣经中间是象征上帝临在，伊的荣耀充满，是到代代无尽的一个圣山，上帝临在的所在。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今仔日得堂教会嘛真多，3000年后的锡安山，因为无论伫什么所在，见到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呼叫上帝，迄个所在，上帝的神就降临。所以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听咱的学乐，愿听祈祷的上帝，赏赐咱等一个新春的祈祷。咱的教会新春的祈祷，拢是要鼓励兄弟姊妹，为着新的一年，将自己的前面的道路摆上，将咱头前所要行的路摆伫上帝的面前。咱甲主讲，主，我将我的道路，将我的决定甲主权，拄则像个长老的祈祷非常的重要。咱若出功力，敢会当赢过上帝的祝福？若会当恁尽量出功力就好啦。安尼咱就会当毋免上帝。但是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我毋免计较，嘛毋免出功力，我嘛爱出力。但是我相信，伫我的努力，上帝为伊特别的施恩甲祝福。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因为咱是伊所拣选，代表讲。咱是上帝所拣选草场的羊，咱是上帝的囝儿，伊互咱徛伫伊的面前，这种的人是有福气。今仔日的圣经咧讲起施恩宝座，施恩宝座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上帝的施恩祝福。所以今仔日的所在讲，这个人有福气，佮有上帝的圣殿内有啥物？有福气。兄弟姊妹，咱读中文，咱人。读袂出来伊的滋味，因为这两字拢叫做福气。但是，这号人有福气，这个福气是整个150篇诗篇，总共150篇中间，第一句拢是用福气，福气。因为诗篇第一篇第一句的字，那照希伯来语的翻译，应该讲有福气的人就是这个，有福气的人就是安尼。所以诗篇是用阿夏。这个福气这个字做开始，但是今仔日的礼拜，我要甲咱分享第二个，就是什么叫做圣殿的福气？圣殿的福气，属灵的福气，这个字叫做土，这个字是讲上帝一切美善的力量。所以第二个福气是来自于天上，是上帝所予咱的。但是我会阁甲咱讲一摆，加强咱的记定。但是愿上帝将这个感动放伫恁的手中。恁今仔日将这个人的福气，恁问上帝讲：上帝，我若逐摆进入你的礼拜堂，诗篇内底讲圣殿的福气是甚物？兄弟姊妹，做基督徒的福气是世间人看无。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看似不为人知，却是人所众知。兄弟姊妹，真吊诡，真奇怪。上帝所予咱的就是生目睭发目白，连想嘛毋捌想过，伊叫做神的预备。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的礼拜，甲别人有关系，但是更加重要，甲你。甲咱每一个个人，今仔日的礼拜，息息相关，深深相关，关乎有关着你一生一世。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真谦卑，恭敬甲主讲，主你的囝儿静静听，求你甲我讲约柜的内底藏什么？今仔日圣经讲圣殿的美福。约柜的内底藏什么？但是牧师用属灵的意思解释给咱听。咱的心内敢有圣殿的美福？咱甲主祷讲，
我要高举救恩的杯，来试看你恩典的滋味。主，你将你的恩典、圣殿的美福，伫今仔施恩给我。会记得施恩宝座，约柜叫做 Caporate， 迄个字施恩宝座，就希伯来语。伊所讲的就是上帝怜悯的座位，上帝怜悯人的座位。所以咱的教会有时咧鼓励咱，也是会提醒咱，甲咱分享一个祈祷，叫做主啊，求你怜悯我，你会记无 ？Kyrie eleison， eleison eleos， 这个就是圣经即地所在咧讲的怜悯这个字 eleos。Kyrie 就是主，英语翻作 Christ， 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主啊！当你做未来时，甚至心内惊吓操烦，你的心内拢唔知，甚至慌乱无助，你唔知要安怎做的时，会记得，你就求讲，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这就是今仔施恩宝座的祈祷。主啊！你怜悯我，真做我，及时。会帮助，主帮助咱，这是耶稣的祈祷，耶稣的邀请。虽然是写伫希伯来书，但是确实实，这是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甲咱提醒，甲咱邀请。因为耶稣捌讲过一句话：求就互恁，会记无？兄弟，你敢相信？你敢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嘴勇敢祈祷。主耶稣甲你成就，伫新的一年，愿咱来到主的面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的信是到万世代。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恩典甲慈悲，的确对你对咱，到一世人，兄弟。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的信是到万世代。主啊，你的恩典甲慈悲，甲我同在，甲我一生的路way，我要永远踮伫你的身边，徛起伫你的厝，诗篇的祈祷，河顶的宝贝，河顶的水，互咱愚公的人得到通达，互咱的目睭越走，主神看咱。天父咱的上帝来到主的面前，拄则我有甲恁分享约柜，约柜无人看过，较早嘛无照相机，所以无人知影约柜是生做安怎。但是照圣经的记载，人就该画一个约柜的图，这嘛是犹太人因亲真知影，约柜大概是安尼。约柜无偌大，差不多亲像咱的即个圣餐桌。伫约柜的顶端有一个挂。迄个歌就是即个箱啊，即个约柜顶悬有一个上帝的施恩宝座，顶悬即个施恩宝座顶悬有一个基路兵，就是天使的名，有两个天使，因的实啊就亲像上帝的手，甲即个约柜，甲人，甲伊环抱，甲咱抱咧。所以约柜是上帝交代摩西，摩西听上帝的吩咐了后，就照安尼去做。即个字叫做 Caporate。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上帝恩典的怜悯的宝座。所以咱来到教会的时，恁会当常常安尼祈祷，无一定牧师有伫咧，但是恁会当家己毋免人交叉。你讲我无需要牧师陪，我前一礼拜堂，我只要静静坐伫这个所在就好。也即你爱相信，就算做你静静坐伫这个所在，如果你的心是敬虔，上帝伊的临在，要互你感受到，伊真正伫你的心内，伫逐所在。所以，愿天父上帝会施恩宝座伫今仔日的礼拜，通过咱互相的提醒，咱甲主讲，主我要接纳你，你的圣心就要甲我相甲伫地，永远无离开我。这就是今仔日施恩宝座的意义。所以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你去回想你的过去，
对少年到今仔日，上帝怎样将伊的话放伫你的心内？你捌查经，你捌家己灵修，你捌听礼拜讲道，你想到施恩宝座的时，有对一句的圣经的话进入你的脑海的内底。除了牧师的讲道以外，上宝贝就是当咱安静伫主的面前，仰目仰望伊，咱问上帝讲：主啊，你的施恩宝座到底是甚么？上帝要对你讲话，要用你过去上帝所想述你的话，想述给你。第二个问题，你会当问上帝讲：上帝施恩宝座，主啊，你的宝座到底是甚么所在？台湾人真爱挂香，一间庙过一间庙，上好是台湾头拜到台湾尾，莫有一间拜无着。上帝施恩宝座伫甚么所在？愿咱伫上主的面前，主帮助咱。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两个真要紧，咱应该爱真捌上帝施恩宝座，圣经内底所予咱。上帝施恩宝座代表上帝的同在。以色列人需要一个看会到的记号，所以上帝就用一个约柜，予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行顺。嘛，毋是逐礼拜拢当看呢，因为犹太人毋敢进入至圣所，因为若无圣洁、无敬虔、若无上帝恩准。去看到约柜会死人，因为上帝的威严、上帝的权柄。但是今仔日对耶稣基督拍开迄个至圣所的玻璃，主耶稣将上帝施恩宝座放伫咱的心内。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对出来记记到耶稣基督，到今仔日，对出来记记。对摩西五经，对以色列人，到耶稣基督到今仔日，咱要进入稳定的时代。就亲像顶礼拜我甲咱分享讲，耶稣讲：恁着背我的担，因为耶稣互律法的担变做稳定的担，耶稣互律法的约柜变做稳定的约柜。所以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恁啉的时，就用安尼来纪念我。所以卡普瑞这个字，就是圣经该翻做施恩宝座。愿主甲咱三家弟弟，咱甲主讲：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怜悯我。兄弟姊妹，若无上帝的帮助，咱就亲像戆人出戆力，人生是苦海。但是若有主的怜悯，咱就要甲上帝讲：上帝啊，我真正何德何能？你听我到这样，主啊，我何德何能？你遮尔疼惜我，这就是代表的基督讲：当我仰头看天顶的日月星辰的时，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由不得我自己从心里面祷告说：我是谁？这就是诗篇第8篇代表伊心内的祈祷。主帮助咱，所以来到主的面前，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互我进入至圣所，互我领受你的施恩宝座。对今仔日开始，主啊，你的施恩宝座就是怜悯人的所在。无论咱走到天涯海角，无论咱行到天边海角。上帝永远甲咱三个弟弟，所以上帝施恩宝座伫你的心内，伫你的家庭，伫各所在。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主将伊放伫咱的心内。阿们吗？主啊，对今仔日开始，时时刻刻，你稳定的宝座要伫我的家族的中间。我无懒散用上帝稳定。但是我知影，上帝恩典是宝贝。现在，咱来回想，伫约柜的内底，伊放3项物件。第一，约柜的内底放摩西五经，
就是上帝的话，代表上帝是阮宝座，是伊的话最中心。上帝是阮宝座，所以人免领受上帝，伫迄个甲上帝立约的迄个是阮宝座前，第一就是将上帝的话放伫心内，敬畏上帝的话，神你说了算，上帝你的话伫我的生命中。第二，约柜内底放玛纳。伫圣经有一个故事，讲以色列人伫旷野40年食玛纳。若安尼，今仔日个玛纳毋着甲亲像迄个埃及的迄个木乃伊有无？经过3000年，经过3600年，迄个玛纳敢还会看的？如果今仔日迄个约柜内还伫咧，为什么上帝要将玛纳放伫人的内底？及时的帮衬。耶稣教咱的祈祷讲：“我的日食，我每天的需要，神为我预备。”有水无？约柜的内底咧讲起上帝的话，伊要做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约柜的内底咧讲起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伊有咱的生命中间的供应、供给。最后，约柜的内底放一支杏仁树枝，有布艺，一支大鼓担振起来的手机，伊代表什么？代表上帝的话命的主权。一支振起来的手机，伊的话命的那个牙，永永远远。这代表上帝，互无可能变做有可能。代表人，保罗讲，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就真做有新的活命的人。也这，咱的圣经遮尔水，兄弟姊妹，伫你的生命中间，爱谨慎，遵主的话最大，相信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有伊特别的预备。第三，明白一项事。咱的生命若无主耶稣基督搁我的圣信，咱就无活命。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来到施恩怜悯的宝座前，怜悯的宝座就是上帝，伊的疼，用天使的手，伊的疼，伊的怜悯，亲像安尼来接纳咱。所以要提醒兄弟姊妹，如果你若讲我是一个含慢祈祷的人，牧师教你一句话，这个叫做一句话的祷告。一句话的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也在对我念。主啊，求你怜悯我。搁一摆，安尼会晓无？对今仔日开始，无论你拄着什么种特别困难的情境，你甲主讲，主耶稣，我需要你。主啊，求你怜悯我。所以咱拜三祈祷会真爱唱类似这种的歌，这种的歌叫做《Kyrie Song》，Kyrie 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求你怜悯我。愿咱学习这个祈祷，这句话祈祷赢过最拗念的祈祷，因为有时咱的祈祷上过烦，上帝甲咱哭者，细念五念。讨东讨西，戆囝恁免讲，恁爸嘛知影，对无？愿咱伫主的面前，主甲咱三甲伫地。今仔日的祈祷就是主啊，求你怜悯我的事，得到上帝神圣永恒的爱。伫咱讲主啊，怜悯我的事，上帝用伊天地式的疼接纳咱，对永远到永远。也即咱做伙出手，咱甲主讲。主啊，我要领受你的怜悯甲恩典，我要领受你的怜悯甲恩典。这是头一个祈祷，是阮宝座的意思，就是这个祈祷。主啊，求你怜悯我，愿主填满恁生命的杯，带着祝福离开。德登教会礼拜堂，但是德登教会在云端与我们同在，无论咱到什么所在，你相信吗？兄弟姊妹，
原来的教会是定根伫本地，又搁是在云端。原来的教会是定根伫本地，又是云端的教会。云端的意思就是无所不在，上帝甲咱同在。愿天父上帝施恩祝福，互咱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带着主的施恩离开。第二，我要甲咱分享上帝圣殿的祝福。上帝圣殿的祝福，互咱想到圣经内底几句话。我常常甲咱分享，就是诗篇的第一句，第一个字叫做阿夏，佮第二个字就是伫新约的内底，耶稣所讲的巴胡 （Macarius）。这两个无同款的语言的字，对咱来讲足陌生，因为咱从来都毋捌读过希伯来文，咱嘛从来毋捌读过希腊文。牧师常常讲这个，是因为慢慢咧查考圣经的时，有一寡解说圣经的老师，伊会甲我讲，伊会伫字的中间提醒读者，这个意思是甚么？我感觉真宝贝。所以我提出来送咱大家。诗篇65篇，伊讲圣殿的美湖，这个字叫做 TUWB， 这个字就是上帝一切的良善。新约的中间讲，上帝圣神将上帝丰盛的性情，恁会记无？将属灵的温数，就是这种的翻译，等同属。这个圣殿的美湖 ，Macarius 就是巴湖。圣经的中间，这两个字拢咧讲起天上来的，对天顶上帝赏赐的祝福。你若脚步检查咱似动非动，唔免惊。咱甲上帝讲，我不需要读希伯来语，我不需要读希腊文，但是今仔日的礼拜，牧师甲阮提醒讲。有一种的祝福，是上帝你对天顶所赏赐。这就是今仔日这段圣经这两句话，阿夏第一个，这个人有福气。圣殿的美湖，这个字叫做 “tu”， 就是上帝一切美善的力量。咱真爱唱潘霍华迄条诗歌，所有一切美善的力量，这个字就是 “tu”。愿天父上帝帮助。拄则我有讲过一摆。约柜内底有啥？现在咱想一下，约柜内底有啥？上帝话。第二，玛纳就是上帝伫咱日常中间的供应。第三有啥？杏仁发芽的杏仁枝，就是代表生命生生不息的力量。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摕这三粒喜糖，就是上帝从早就甲咱准备。咱甲主讲。主对今仔日开始，我的生命中间要有一个约柜。上帝，你将你的话，将我生命中间所需要的稳定，搁有就是主耶稣基督搁我迄个圣神，这种的祝福是天上来的。所以，咱咧讲圣殿的美湖，意思就是不是人互咱的，是上帝互咱。兄弟，伫这个世间会当互咱足侪物件。包括魔鬼，用伫新年开始讲魔鬼。魔鬼伫耶稣的面前讲：“你若跪落来拜我，伫你所看到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逐项拢要互你。我用这个来对照上帝的祝福。兄弟姊妹，连魔鬼嘛会当互人祝福，但是有一种祝福。”是上帝荣耀的画面，这种的祝福是魔鬼无法度予人的。你爱什么？你会当比较看觅。伫我的侧手有世间，伫我的倒手有上帝。那安尼，这两项你要选什么？原来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读 Macarius。就是耶稣讲，你要做上帝的囝，这种福气。上帝祝福咱大家，这种福气不是咱这个世界当互咱。但是真侪人讲，无嘛好，
你若无爱钱，拢来互我。兄弟姊妹，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知影钱真重要，但是爱真细意。愿天父上帝甲咱撒加地地。我用这句话来结束：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的信息到万世代。咱当心来记得。我命的主伫你受阮做证，阮回想伫3600年前，摩西甲以色列人伊所领受，你想述约柜，后来你的圣囝就是你家己，就是基督，阮的神，来到这个世间，将你所带来的新约。新的救恩宝座赏赐互阮，所以伫今仔日的礼拜，阮当心伫你的面前，拍开阮的心门。阮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新的约，新的约柜是无形无相，是上帝的灵点伫阮的内底。主，阮伫你的面前认知你，敬拜你。主，阮这种的决志，是甲阮一生的路尾。求你纪念人民帮助阮。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三甲来吟圣诗454首，我学老天父，请记入吟全首。
请坐奉献。平安礼请郑牧师。咱来用这个诗歌来陪伴咱伫线上参加咱的直播，新春礼拜的所有的兄弟姊妹，咱用这个歌来互相祈祷，耶稣听你。
主耶稣会听，无论咱伫什么所在，甲咱世界地地。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伫咱一生中，伫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脱离黑暗，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伊会救你，耶稣永远。愿主会听真侪咱所有生命的快乐，咱下面咱来互相请安，咱非常欢喜，咱有对外面倒来，每一个兄弟姊妹，甲咱伫教会内底兄弟，咱做伙敬拜吼。牧师就对这边开始，甲咱大家互相请安安尼吼。而且咱首先来请邱吉长老因的家族，邱吉长老家族起来吼安抚因吼伫这边吼。这是主日学迄边。成人主日学，迄个主日学迄边。耶稣听你。过来是桂秀姐吼，桂秀姐伫咱中间，桂秀姐吼，桂秀姐对报道来吼，有两个宝贝查某囝，一婷甲志明吼，咱真欢喜伫咱中间。请坐，上帝祝福你。还有秀文姐吼，秀文姐也是对北斗，嘛是对报道来吼。秀文姐，咱真欢喜，因的家庭其实尹先生林弟兄拢有做伙伫咱的教会咧做伙做礼拜。文灿兄、雷庆姐、英杰吼，还有淑慧因全家吼，咱伫个上帝面前，上帝祝福因足早的来吼，6点就从台北下来。这是每一年对咱的教会足大的鼓励吼。过来就是嘉庆甲牧师妈吼，因全家吼，嘉庆甲牧师妈，耶稣听你吼，请坐。大庆昨就倒来吼，因为大庆伫支持教会，真紧个昨来倒来时阵来教会找牧师坐。我问讲你几岁啊？伊讲52岁。大庆，我来高中嘛吼，时间咧过足紧吼，上帝祝福嘉庆、大庆吼，叫牧师嘛。过来是彩婷甲淑庆姐、淑庆长老吼，彩婷足热闹吼，咱请彩婷，是毋是彩婷？来请，哦，有吼全家，足欢喜全家吼。我头仔就是看彩婷先甲淑庆姐先入来啦吼，真欢喜配伊因的家庭吼。上帝祝福恁，搁来是细昌的家庭吼，阿福，细昌阿福，搁设计迄个张成吉顺娘吼，张成吉顺娘，因全家，全家搁有阿坤吼，阿坤全家，阿秋吼，阿坤阿秋因专工对台北来，上帝祝福恁吼，上帝祝福恁，搁任何影歹势，我拄则无甲恁。然后遐边仔迄是校园吼，上帝祝福恁，我跳一排去啊吼，耶稣听恁，校园，伫校园的边仔即位是恁查某孙啊，欢迎你来，耶稣听你，耶稣听你。过来，咱对头前遮献歌对遮开始咱遮美秀因的家庭，美秀的家庭耶稣爱你。明德美秀再搁一个，搁伫后右心伫后壁搁来咱请即个104四庄因的家庭，104四庄因的家庭3个陈华姐陈华姐，陈华姐对二林来，1林嘛带2林美秀是带德堂甲明德
过来是这个中圣的，不是英宏英宏长老哈，属月老师哈。有全家吗？有。好，请坐耶稣听你哈，过来。过来美元哈，美元，耶稣听你哈。子林我有讲好，上帝照顾哈，上帝照顾，最近拢有当时是感冒，有当时会迄个吼，上帝保守咱。过来丽芬姐哈，丽芬姐。哎，这个。哦，帅哥。百庆哈，我这礼拜都讲到你小时候的故事哈，我拢为你祷告，上帝祝福你哈再打下空拍机哈。人要打下空拍机哦。伊伫金门砰。爱甲鼓掌一下。好，请坐。你迄个丽芬是咱这届新的妇女团体会长哈。后来黄娟跟妈妈黄娟哈，等下就好嘿，也是爱你啊。过来是红人的家庭哈，红人的家庭。洪昌还有中长老洪昌哈，咱真欢喜，这个佳琪哈，洪昌甲佳琪因对台北落来哈，上帝就好听。妈妈因嘞？伫遐，中长老边啊。好。就伫中长老边嘿。过来是这个中圣哈，中圣甲因为全家哈，咱真欢喜中圣长老哈，咱若吼有坐里边有家属，恁安尼甲我比一下，无我看无伫倒位。总算3个吼，恁兜几个？3个。我是点名。过来海哥哈，哥咱真欢喜，因嘛是阿海嘛是住伫二林吼，住伫二林。上帝祝福恁，伊今仔来甲我比讲，湖北满意吼。请坐嘿。后来，这个是咱的厝边吼，就是咱的阿伯奶的新妇吼，咱真欢喜伊。耶稣爱你他回来过年哈。好，过来就是例会哈，例会耶稣爱你。过来咱来请迄个雅丽。2个吗？耶哈，耶稣爱你哈。过来素姬姐。素姬是咱的接属哈。过来是张弟兄。盛财兄因来几啊年啊，所以咱应该愈外兄这应该拢有熟悉。盛财兄因是住伫溪州吼，过来是安美，歹势安美姐吼，搁有就詹天比老师咧休困，所以甲咱请安。伊上一次嘛90周年嘛，甲咱大家问候请安吼。上帝祝福你安美姐新年恭喜，谢谢。过来是燕娇兄、燕娇嫂吼，燕娇嫂。宜安坐伫遐。搁有宜安坐伫遐吼。3个吼。耶稣爱你，宝贝。好，请坐吼。过来是这个这个 Jason 吼，这个廖兄弟吼，因夫妇咱请伊起来吼。上帝祝福。Jason 做一个袂歹的公关，伊伫云端顶悬交到一个姐妹对高雄有熟悉，来咱教会做礼拜吼。过来就是汉斌吼，汉斌。汉斌边即个是啥物人？你住在竹塘，第一次来吗？
第第二次来，非常欢迎你哈，回家过年，新年快乐哈！上帝祝福你，非常欢迎你来哈，非常欢迎，很难得，我拢真欢喜看到外出啊，伫外面有都得到福音的祝福，都来。介绍迄个丽珠姐啊，丽珠姐，拄则无介绍到，咱家己拍手欢迎吼。伊是咱的新的即个大家庭中间的新的一份子。伊伫旧年年底吼有性别礼拜，啊，其实伊上帝祝福伊有3个囡，2个后生，一个查某囝，拢足优秀。啊，丽珠姐先生是老师，是咱竹塘国小的老师，所以有真侪人拢互伊教着吼。啊，咱真欢喜丽珠姐因全家信主啊，对旧年开始，差不多逐礼拜拢来，吼，咱真欢迎丽珠姐吼，上帝祝福你吼。搁来伫小美的家庭吼，咱即摆音控，即摆拢咱的音控拢少年的咧做吼，以乐啊，迄个啊个雨生刘雨生恁坐伫即边吼，也收听恁。搁来即边圣弟兄。咱有一个郑弟兄吼，郑弟兄是住伫田中他充满了幸福，非常的优秀的音乐家吼，留奥地利伊倒来教会，倒来台湾了就来教会，讲伊想要进入教会，要洗礼吼。咱真欢迎郑弟兄吼，伊非常的有恩赐的。安路介绍了嘛吼，搁来是这个苏荣姐爸爸吼，因对台南来，搁有孙大哥，因全家哦，因家全家吼，咱真欢迎孙大哥，咱真欢迎你来吼，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吼，真真。搁来是刘老师因的家庭，刘老师伫啊，吼，刘老师本来讲今仔日想要甲咱分迄个拉，以后下一次啦，吼，拉二胡，咱教会有一寡真好的咱的一寡活动，吼，真上帝祝福刘老师阿芬，吼，好请坐，再来庄弟兄，庄老师，李丽英，吼，李丽英全家。他们是一个很快乐的家庭哈，特别是庄老师是一个竹塘国中的体育老师哈，他经常骑车去什么合欢山啦，骑的车哦不是奥多曼，再来是燕江鸭一个全家哈，燕江鸭全家，也是爱你，请坐，再来是我的哥哥哈。我哥哥，我阿婶，我哥哥跟我阿婶，也是爱你们，新的再来是辅仁，阿玛丽，辅仁玛丽，也是爱你们，再来是小美，小美介绍过啊，哥哥，不是雨生啦，不是。那个家平全家哈，家平全家。接下来再来是红姐全家哈，红姐因住田中哈，因住田中，咱真欢喜红姐甲这个再来是这阿鼎因，头拄恁有徛起来无？阿鼎单独介绍吼，来站起来，黄雅哲，也是爱你，好，请坐。汉伟你头拄有徛起来吗？无是，咱真欢喜汉伟倒来吼，咱甲汉伟甲因新年快乐吼。再来是迄个惠美姐，咱上帝祝福你。一年会更棒，恩上加恩，因住报道，过来丽梅姐也是住北斗，我们是住报道，来收听你，过来是燕娇，不是燕辉嫂啊，个阿强，去香港回来，很棒，对啊。这是舒心，哇，好久没见。
俊雅跟舒心啊，哇，很高兴你们回来做礼拜哈，请坐，请坐哈。过来陈牧师的妈妈，哎，李美姐有啊，有介绍，陈牧师的妈妈哈，咱96岁哈，好，安尼拢有介绍对哈。好，去祷告了。咱教会过去的传统，祈祷拢2点钟，所以我想讲，咱袂使偷工减料但是嘛不一定爱2个小时上帝予咱一个足温馨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伫咱要祈祷之前，我要用咱90周年的一个短片加上圣歌队所甲咱录制的这条活命的主这条诗歌来用这个短片来做咱生命的开始，来用这条短片做咱生命的开始。看到下一点吗？咱的教会不但是教会，伊佫较亲像是一个大家庭。咱的教会不但是教会，咱佫亲像一家人，伫厝的厅的内底，想着咱的教会过真甘甜的生活。
这个祈祷最后一句话讲：对他以后，永永远远活命的主，荣光拢归伫你，到代代无尽。阿门。所以，亲爱的姊妹，咱的教会是一间足平凡的教会。咱的教会是一间足平凡的教会，但是咱的教会有三听，感谢主，嘛真好。咱甲咱身边的兄弟讲，有你真好，新年快乐。有你真好，新年快乐啊！今年的新春有一点遗憾。没有爱餐，其实阮对心中一直在祈祷讲，那会当，咱会当在今年就恢复正常的常态，因为牧师伫礼拜了后，愈来愈感觉讲有兄弟想要留落来甲牧师讲话，但是因为检查因为足侪人，有当时牧师袂当大家拢一一的。甲恁做伙分享，做伙祈祷，所以一直期待讲，若会当疫情已经得要过，求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也能够恢复常态。食饭本身毋是足重要，但是伫爱餐的过程顶悬，真侪人咱会通搁较侪时间留伫教会，亲像伫厝林内底，牧师嘛会当较侪时间甲咱做伴。听恁的欢喜，听恁的分享，听恁的见证，所以兄弟，咱做伙为着咱这个新的一年，咱将咱的教会，咱来祈祷，咱甲上帝祷讲，伫新的一年，主求你保守照顾，想使阮能够恢复常态，好不好？好，咱做伙来祈祷。自当阮倒到你的圣殿的时，阮心中充满真多的感情。阮伫这个所在感受到亲人围垒迄种的温暖，毋免讲什么话，阮就有感觉会当倒来教会，实在真好。主，阮做伙组织的时，阮恳求你，听阮正兄弟姊妹同心的祈祷。阮将这间教会交伫你的手中，阮为着新的一年来祈祷，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互台湾的疫情会通得到改善，愈来愈好。主，阮知影疫情检测伫将来会亲像流行感冒，但是求天父上帝保守台湾，互阮无论拄着什么种的感染。主你帮助这个国家有主你教育的稳定，也互阮的教会会通伫今年开始恢复常态。无论是身躯肉体的生活，或者阮的灵命属灵的交陪团契的生活，主阮强强结结将德堂教会交伫你的手中。愿你甲阮施恩赐福，也有德堂教会会通真多。伫云端顶悬，甲人同得福音好处的教会，无论是实体聚会，无论是伫云端的聚会，阮拢会通感受到上帝你的听运行伫各所在。主，阮恭敬将这间教会交伫你的手中，主恳求你掌管，主互这间教会顺服，永远真侪军队你的分别最成的教会。阮同心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要进入咱个人的祈祷进程，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用祈祷的心来念这条诗歌。伫你念这条诗歌的时，你若有感觉讲你需要新的意象，你就伫心内哪唱，你就当讲主啊，我需要。你若已经咧计划，你今年有一个新的目标设定，你想要做什么新的方向？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咱来用这条诗歌，咱来做咱的祈祷会晓唱的兄弟，咱就出声；会晓唱的兄弟，咱就出声咱进入敬拜赞美。
新歌，我们正要做新事。阿门。愿上帝甲咱做新的事，都已经过去。阿门。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阿门。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典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典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要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必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亲爱的这，咱安静咱的心，咱安静咱的心，咱用这条诗歌做咱的祈祷，咱当伸出咱的双手，轻轻放伫咱的膝盖，咱恳求主降临伫咱的生命，进入咱的心内。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咱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咱奉主耶稣的性命。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主，愿恳求你降临伫阮的中间。主，伫礼拜中，阮呼求你。主，伫礼拜中，
阮拍开阮的心门，每一个阮的亲爱兄弟姊妹，阮的心中拢充满渴慕。就今仔日通过圣经的经文，你有互阮感动。你讲新的约柜要进入每一个你的囝儿的心内，荣耀的主，愿用你的性命来祝福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因领受分别做成的气力，荣耀的主，请你来。阮特别为着阮中间已经有足清楚新的意象、新的期待、新的标杆，阮为着因期待向前的气力，主求你帮助因的心，互因知影讲主你所应允，你要欢喜甲因同行新的一年。所以，阮特别为着阮的教会的囡仔来祈祷。今年有人要进入大学，嘛有人新的学期有新的功课。全为着阮教会兄弟姊妹因新的一年的工作，愿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甲气力。所以，阮特别为着阮中间有劳苦背重担的人，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伫新的一年温上加温，力上加力。荣耀的主，阮呼叫你。恳求你伫阮的生命中间做新的事，互阮真做新创造的人。阿爸天父，阿爸天父，听阮祈祷。阿爸天父，听阮祈祷。阿爸天父，这是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伫恁的生命中，伫新的一年中间，赏赐咱最新的事。下面咱有一段安静的时间，牧师要互恁家己伫这个诗歌的中间，咱教会这个活命主。咱会当目睭闭起，咱嘛会当看到这个投影片，拢会使，真自然你有顺着圣神的感动，会当存出你的相处，甲主参选，将你的需要向上帝讨。求就互咱，随就拄着。你心内来相信，你就要对主领受天灵来的应允。听人祈祷的上帝求你听你的囝儿查某囝的祈祷。这些是阮心所求，阮来到你是阮做主。所听的姊妹，你心内若有心种的期待，来到主是阮做主。请你别来书今仔日甲咱讲，心内无惊吓，甲主讲，主啊，求你怜悯我。伫恁祈祷的时，愿圣神对天降临，
赐给恁祈祷，愿主的生命的也由我伫恁的头壳顶，只想伫个上帝。你的囝儿查某囝来到你的身边，愿为着新的一年，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是阮所，主你是阮所倚靠，也是阮所深深期待仰望的上帝。主求你用油把阮抹伫头壳顶。祝福阮伫你的神恩宝座前，对讲阿爸天父，求你我由伫阮的生命中，互阮稳上大位。主啊，你是阮心所渴望，阮伫你的面前恳求，对囡仔到阮年中的长辈。每一个人，望伫主你主爱的圣手，主你伫新的一年顶悬，互阮带着盼望，带着期待。主你互阮看见你伫头前的陪伴，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带着圣洁的心、正直的心。阮欢喜跟着主你的脚步，主你的疼，从容足足，甲阮三角地地，只想要天父上帝，这是阮心内的渴望。一来圣神，主你进入每一个阮的弟兄的心，主你听因对心中。对你的祈祷，你回应你的囝儿，你的查某囝孙，只想要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拍开阮的嘴，求主你，互阮谈到你稳定的滋味，只想要天父上帝，阿爸天父，你的查某囝，你的囝儿。来亲近你，听阮的祈祷，为着阮较对稳定的梦，祝福阮进入你的至圣所，一生一世稳定甲主爱，无离开阮。阿爸天父，阮何等的欢喜，你想使阮。生命信仰的家庭，就伫这所在，阮的囡仔成长，就伫这所在，阮的家庭做伙敬拜，做伫你的面前，感谢你，荣耀的主，对他到永远，你拢是阮的神。主阮过去一年还未完成的，伫新的一年求天父上帝，你赏赐阮信心、盼望，继续向前行。你是天父上帝，我们跟着做你时光，你的查某囝，你的囝儿，伫将来的生活顶端，看到有上帝你的陪伴，因为你讲你为着疼你的人所预备的，是想象袂到，是上帝你特别的恩惠。转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你伫阮的中间掌管，你互这个世间，你家己奇妙的作为。主求你伫阮中间亲自来掌管，互阮的厝边，互阮的亲人看见你奇妙的作为。荣耀的主，
事嘛，我的生命，我上帝。主恩感谢俄罗你，主恩感谢俄罗你，主恩伫这个所在，让你发出俄罗的时光。阮虽然未肯定，但是上帝你无保留的主爱，甲你的权能荣耀，使阮脱离卑贱，荣耀的主。荣耀的主，我的家庭要敬拜你，对永远到永远。主，这是阮的心内所困求的。你有甲阮讲求就互恁，所求你听，阮兄弟姊妹的祈祷。阿门。亲爱的，这咱甲咱身边的这个一摆，甲伊讲，上帝祝福你。咱搁甲伊讲，上帝大大祝福你。阿门。这礼拜的所有事工拢暂停，今仔日的报告吼，咱来请邱局长老来报告。咱来看，顶周的聚会，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早起9点半，礼拜堂祈祷会暂停，青少会暂停，查经班暂停。下周的诗会，陈英宏长老领诗暂停，苏琴单美秀执事，苏宪招待张凤仁旁观执事。爱餐暂停，新安宫的读经表，咱照安尼家己灵修。具体的交通，互咱用祈祷迎接新的一年，带着上帝的应允奔往未来，愿圣神甲兄弟同行，对年头到年尾。第二本周日是新春礼拜，互咱同齐敬拜上帝，已经祈祷的迎接新年，伫主宝座前领受恩惠之爱，常担着圣殿美好的祝福。第三，修间聚会暂停，祝福兄弟假期愉快，甲厝的人团聚，共享主恩。生日的，
咱来为着即礼拜生即个兄弟祈祷，咱请生即个兄弟来头前。很特别的生日哈，很特别的生日哈，了见见先兄哈，那恁三个徛喺顶悬，恁三个徛喺顶悬较快哈，咱做伙来祈祷。最近仔日有几啊位阮的青年，阮的兄弟姊妹生日，无论是平荣，无论是离婚，无论是新道，搁有伫高雄的春初节，苏芝、圣在兄。祝生日是阮一生中间一个生命足特别的时刻，会当出世是人生中间的上帝你的奥妙。若毋是祝你，祝阮人伫人生中间。有时就亲像草摇来摇去，亲像流浪者流浪，毋知家己头前的方向。但是主，你是活命的主，你互阮的生命有开始，互阮的生命伫一生中间就是见证，甲经验着上帝你奥妙无比的祝福。主，阮将所有生日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伫因过来这一年的中间每一天，主求你为因备办，上帝你的奇妙对天降临，无论是灵魂体所有一切需要，主就亲像今仔日你所小述阮的话，你讲来亲近你，你要做阮及时的帮助。主愿阮来到你施恩座前，愿陪伴阮的兄弟姊妹伫生日的时对你讲。至圣的上帝，求你填满阮生命的杯，主将因交伫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神甲因三个弟弟享受圣智慧的心，互因会当享受，个好好来管理上帝你所享受因的每一天，互每一天拢荣耀上帝你的名，也互因的人生得到喜乐。主，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我给所圣名，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今仔日天气实在是真好，所以等者报告结束了后，咱的礼拜结束了后，恁若愿意，恁会当翕一个家庭照吼，怡真甲迄个云秀拢有照相机吼，恁会当找因伫恁较欢喜的角度翕一个相做纪念吼。耶稣爱你们，上帝祝福恁。请咱为以下这生日的兄弟代祷，奉献报告咱家己看，若有出入站过界人员翻译，代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祈祷；第二，请咱为以下的兄弟的身躯代祷。第三，为教会青少年心灵甲课业代祷，为升学代祷，升大学素恩、语义、名誉。第四，为结婚的青年婚姻代祷。第五，为姊妹教会代祷，富林集德克达雅以上。任上营509首。临时刷请牧师祝祷。何乐天父万福本愿，请起立入唔断手。何乐天父万福本愿，观灵极大，因爱交成。何乐耶稣。
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神的感动，相通夫妻，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灭道必会。